各位乡亲早安，欢迎收看今日是8月初9，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等下咱国台，咱来关心南投的灾情。南投仁爱乡灾情是真严重，昨昏有个协助62个人撤离。中华高关路段路是也未通，即马是继续咧抢通，希望会当伫明仔载进前通车。家长倒伫吊篮内底，胸前抱一个红婴仔，下骹就是踏入原溪，溪水是真掣流。救援人员真细致操作空中过溪索啊！慢一点。消防署初八继续伫咧罗山温泉区执行撤离的行动，增加设第2组过溪索啊，嘛，互抢救的效率较好。拢总有59个人互救出来，其中有2个是红婴仔，一个4个月，一个6个月。想要把他们带出来哦。带出来哦，所以一大早就在等了哦。对啊。因那空勤总队乌用直升机是用吊挂的方式协助3个行动不方便的坐伙人撤离去仁爱高龙的运动场。因那其中一个老大人已经101岁啊。他在里面还好吗？很好。很好哦，很感谢他们啊哈。感谢嘞。大雨成灾了后，仁爱乡的农损是真严重。农业部统计，全台湾的农损有甲1亿3000万，南投就占9成。部长陈吉仲去清流部落勘灾，关心这季受损的情形。在仁爱乡的所有的农作物都符合天然现金再救助，我们今天就会立即的来公告。那农民如果10天内没办法到乡镇公所来申报，我们也会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展言。梨山的水蜜桃因为台北线中环便道放弃，目前的运输敢来当为宜兰走台七甲线来往回。路途变远，种果子的农民烦恼会影响水果的品质。因那国管工务段一粒6层楼高的大石头，中昼的时阵总算甲切做对半。工务段特别延请我们列解的工班进场，用列解的工法进行施作，那配合破碎机一起作业，然后把进度给加速。那如果今天天气好的话，会在林业赶工，希望能够早日完成相关抢通工作。到北3线车路放弃，下骹就是雾社水库。第4号船局表示，这个大雨造成的灾害，拢总有30万立方公尺的土沙冲入去溪底。会赶紧做清理积沙的工作。目前在整个河道里面，我们初估了大概有30万方的土沙量哈。我们会先把整个河道里面先疏通，在后续还会再办理疏浚工程，把这些土沙量哈再去做一个外运。罗山温泉区甲合欢山的民宿有54个民众，因为因感觉无安全的疑虑，所以无愿意撤离。因那其他的拢已经全部离开啊。救援的工作嘛已经告一段落，不过灾后的重建才等要开始。记者综合报道。同齐关心天气，今仔日咱会继续受西南风影响，伫中南部同款会落局部大雨，其他所在是侪云到好天。咱同齐来看云图。对于即时开始，伫中南部阁会出现局部阵雨，也是雷公雨，尤其是南部会有短时间的强降雨，嘛无排除会落大水雨。若东部、北部、金门甲澎湖是同款有低暂雨，其他所在是过道了后才会落阵雨。温度的方面，今日咱全台湾温度大约是26度至33度，若北部的高温大约有34度。明仔载开始，水气阁会变较济，全台湾拢有机会会落阵雨。这款天气会一直到礼拜日才会转好。南部最近受西南风影响，日头在落大雨，高雄山区南海公路梅兰明磅坑附近，规个山坪放落来。若屏东的枋寮、新隆川有雷公去卡到电火条啊，造成500户失电。第26线的车路嘛有积水，伫那边、嘉东、枋寮、西雅乡，雨是落甲积水，烂土拢冲入去人家厝。我的天哪！大粒石头连落来发出真大声，互看到民众惊甲叽叽叫。高雄山区南海公路梅兰明磅坑附近，初八早起10点，土石大片崩落，把管制通行。下昼3点左右，路石程度恢复正常。那伫明北科路桥更变桥长期毁损了后，对外交通中断的桃园区3里里民，有工程人员警戒，开放人员勇敢出入。在里面受困这个3天以来终于可以出来了。
那我们也有准备接驳的我们高雄客运。西南风大浪下底，又是公港河也和屏东带来灾害。淹水喽！雨沙水继续为排水孔喷出来，往街窟流，和西雅乡红林村北少大路变水路，土沙水也直接流入民家。水有很大吗？很大啊，大到这样流下来，又流到我们家，我们客厅全部都进水了。南侧村也因为雨量伤大，每粒大石头连向当地三角道路阻断交通。南侧大楼头前也因为出现小型土石流，车辆无法度通行。大约26线也有路段的水未好消耗，驾驶愈开愈紧张。邦寮乡新良村除了浇水，也有电火条和雷击，还造成500户停电。那个里面电线已经断了。是被雷击吗？他刚说有打雷啊。台电派员抢修1吨钟左右复电，虽然设备下到4点气象局解除全台变雨直报，不过也提醒中南部地区犹原有局部较大雨势几率，民众也是要注意。记者综合报道。风台是走啊，不过风台带来这波西南气流，予南部雨水增高。在温水库的脱水率即马是有54.3%，家己的水情已经恢复正常。那台南的水情已经改做青灯。也毋过大水雨嘛，灌破台南规人一搭游泳池的厝顶，害厝顶破一空。大水雨甲厝顶冲破去，台南规人这间游泳池出现大雨正做水墙的画面，互民众惊一条。哦，迄会使雨足大，足大所以迄瀑布就足大，迄水拢溢出来整个这边旁边都是水。台南规人透早上大雨，1点钟超过20毫米。造成游泳池18区的厝顶破空，相关单位嘛赶紧回勘，讲已经处理。之前有阵子修缮这边，因为它真的已经太久、太老旧，上面那个铁屑已经锈蚀，都已经太严重了，所以只要那个力量过大，或是瞬间雨量过大，它有时候撑不住，它就会破掉了。也马上会勘了其他的单位，然后也获得了我们的局势首长的同意，马上第一时间答应要赶快来尽速完成它。台南指定2条里162乡道，透早10点左右，因雨落甲正强，山边的土石拢放起，区公所已经派人处理。这波西南气流带来水汽造成灾害，不过嘛，予南部水库顺利止水大。南华水库为测试透早9点就满出来，已经一流5天。那南华水库就在南部上大的占本水库，测试的跳水率是2成3，到差不9点左右，跳水率已经升到超过5成。经济部搁伫初七宣布，该县市水情转做正常，台南市水情为黄灯转做青灯。东门水库跟乌山头水库2个水库的合计只是3.32亿左右的一个蓄水量，因为目前是在汛期进来西南风持续在做一个影响，只是它是越来越小。那目前整个集水区还有一些降雨，当然那陆续有一些净流量进来南部水情的旱象是有很大的一个缓解。南水局强调，目前南部水情虽然缓和，不过嘉南区也该提供第1甲第2组农业用水，爱国干人士的农作物万当的用水需求，初估水量爱达到3.5亿至4亿，目前也会继续讨论用水调度。记者文正雄台南报道。再加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移民署对今年的2月份到6月份有办理扩大找找失联移工，鼓励因主动来自首，计共有14000多人报案。专案结束了后，即马搁一摆去统计咱国内失联移工，也毋过结果总数竟然是比提出这个专案进前搁加2000多人。来关心联合报，教育部调查学生囡仔去买非法的药物。发现大麻一直拢是排第3名，不过比例是对11.5%，已经提悬到12.1%。警方即马嘛发现讲，4年来咱国内掠到走私也是非法种大麻的量是加4倍。北大麻的人口即马有食头路的上班族，嘛有少年化的趋势。来关心中国时报，财政部昨昏公布7月份出口值是美金387.3亿，年减10.4%，连续11个月负成长。可能要等到今年的第4季才有可能会正成长。财政部即马预估讲，8月份出口可能嘛是连11乌，不过年减的幅度应该会变较细。来关心日本前首相自民党的副总裁麻生太郎来咱台湾访问，昨昏伊发表专题演讲，伊是表示，为着区域的和平和稳定，
台湾、日本和美国爱同齐展现用武力保护台湾的决心。另外，马星太郎嘛有去总统府和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见面，而且伊嘛讲有和各地赢的参选人见面，互相交流。拄好拄到台湾的8·8节，副总统赖清德伫总统府内办桌来款待，请前日本首相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的访团。因为那边总统参选人侯友宜、郭文德访日本的时阵，拢有拜会麻生。这摆伊来台湾，互看作是想要了解代表民进党参选的赖清德。我可以在此承诺，未来我将会在蔡英文总统相同的路线上面，持续壮大台湾，并且跟日本、美国民主国家共同守护印太的和平跟稳定。麻生太郎嘛直接讲，真关心台湾2024的总统大选，因为台海的局势即马真紧张。目前有2万外的日本人伫台湾生活，希望会当了解各党的参选人伫台湾有代志的時陣，敢有自我防衛的決心。総統候補の民進黨の候補者である賴候補にも今日昼食をご一緒させていただき。台湾に対する決意のほども伺わせていただき、我々どもとしては極めて安心をいただいたところでもあります。麻生嘛因日本有名的艋舺海賊王，甲台湾日本的關係比作是患難見真情，希望雙方的感情會當繼續發展和加溫。另外，喺凱達格蘭論壇頂懸，麻生是提出日本、台灣、美國愛做伙發揮強大的協助力。日本來承認為了維護台海安全，可能用武力防衛台灣的態度。戦う覚悟です。いざとなったらお金かけて防衛力持ってるだけではダメなんだ。それをいざとなったら使う。台湾の防衛のために、台湾海峡の安定のために。麻生讲，日本已經有真濟項國防改革，包括整合陸海空軍，提升自衛隊的應對能力。不過麻生嘛強調講，台海的和平穩定是國際共識，這個區域內面無應該發生戰爭。記者綜合報道。繼續關心鴻海創辦人郭台銘去美國訪問結束了後，即馬已經返來台灣。伊對我表示，伊佇最近就會有重大宣布，大家是攏在叫講，伊敢要宣布參選總統。昨昏伊舉辦新冊發表會，伊唔願講破，伊敢若強調講，伊是要團結主流的民意。也若中華關的議長謝展霖是因為支持郭台銘，所以退出國民黨。伊講伊無支持郭台銘獨立參選，伊是支持郭台銘配郭文哲。也毋過郭文哲這邊講，因無要甲郭台銘配，強調郭文哲會參選到底。歡迎我！鴻海創辦人郭台銘甲因牽手詹興瑩攏穿粉紅衫出現。郭台銘佇父親節這天舉辦新冊發表會，配合伊的冊名，予少年人的30條備忘錄，優先開放予40歲民眾入場。毋過前一天訪問美國煞轉來台灣的時陣，郭台銘講，最近會有重大宣布，各界攏關注伊敢是要表態獨立參選總統。主流民意大聯盟的團結，是我最支持、最努力的目標啊！希望團結所有的主流大民意，換掉這一個執政不利的現在的執政黨。郭台銘無講白，強調愛團結主流的民意，毋過互看做是挺過派，也就是頂日仔甚至退出國民黨的中華縣議長謝展霖，伊講未支持郭台銘獨立參選，單獨是希望郭台銘甲郭文哲兩個人合作，達成政黨輪替。另外，侯友宜面對前同志對伊的選情無啥期待，伊是真久來走基戰，企圖換甲黨籍立委參選人做伙食飯，要穩定選戰的節奏。到底郭台銘董事長如何來安排，其實我也不太清楚哈。所以就沒有辦法評論了。民眾對我有很深的期待，一直給我喊動算加油，我走到哪裡，處處都是這樣子。現在我們內部的民調，我們跟賴清德副總統的差距是非常非常的微小的。那麼在正當性，還有我們整個選戰的策略各方面，其實柯文哲是堅定的參選到底，這一點是毫無懸念的。郭台銘講，根據因內部的民調顯示，賴清德甲郭文哲的支持率攏超過30%，也若侯友宜是20%以下。強調郭文哲一定會參選到底，嘛免卡拒絕過郭配。記者綜合報道。國際新聞來關心泰王大漢查某囝昏迷，甲當時也未清醒，已經要8個月啊！即馬是風聲講流亡佇海外，已經流亡27天。泰王第一後生是雄雄轉去到泰國，也毋過王室對這件代誌無要做回應。
泰王的第二后生华泰乐颂甲囡仔互动，伫媒体头前真自然。这是王室辅助的并联括儿童照护基金会。伊讲离开泰国27天，飞機到位迄當陣，心內真感動。ตั้งแต่ก่อนเครื่องลงแล้วมองออกนอกหน้าต่างเครื่องบินอยู่เมืองนอกมานานแต่ก็ไม่เคยลืมเลยว่าเราเป็นคนไทยไม่เคยลืมความสำคัญของวัฒนธรรมไทยเมืองนอกผมก็ใช้เวลาส่งเสริมวัฒนธรรมไทยเพื่อให้ฝรั่งเขารู้ว่าเรามีมรดกอันล้ำค่าเป็นสมบัติ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เราก็กลับมาเมืองไทยคราวนี้ก็อยากจะหาความรู้เข้าตัวมากขึ้นเพื่อไปเผยแพร่วัฒนธรรมของเรา以前叫 Twitter 即馬改名做 X 嘅社群媒體，泰王第二後生返來泰國嘅蘇順利出現39萬遍，真濟人見到伊攏真歡喜。คิดถึงท่านชายอยากให้ท่านกลับมาบ้านเกิดท่านค่ะอยากกลับมาให้ท่านกลับมาแผ่นดินไทยมาช่วยงานเสด็จพ่อของท่านค่ะ今年42歲，在美國紐約律師事務所工作嘅華泰樂頌突然間出現，正受注意。尤其這馬正拄好是泰國王室出現內憂嘅情形。去年12月，泰王嘅大漢查某囝泡菜垃圾抵押拍，分去唔知影人，一直到這馬。華泰樂頌是泰王華吉達龍宮甲伊嘅第二任看守尤瓦提達生嘅4個後生內面排第2。尤瓦提達尾被控不忠，甲華吉達龍宮離婚。帶5個囡仔流亡到海外。華泰樂頌雖然無王室嘅名頭，不過由於5囡仔時陣就被授予嘅王孫地位。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輯。英國倫敦東區有一條黃磚仔巷，佇遮真濟人攏會去畫壁。伫頂禮拜就互一個中國留學生畫一寡社會主義的標語，說是引起支持和反對的民眾走去遐畫參了。即馬是風聲講，這個中國留學生伊個人的文書資料、爸母的資料攏互烏出來，佇網絡頂頭受到霸凌。當地議會即馬就先決定講，要甲這個壁頂頭所畫物件全部攏洗掉。啊，毋過這個決定佇當地是引起爭議。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等12個中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標語出現喺倫敦東區以畫壁藝術出名的紅磚巷，互經過華人有一個返去中國感覺。Well, I think they're stupid. Why? Well, because this is not. They are not presenting arts. It's simple. It's not aesthetic. It's just paint some printed words. Yeah, and there's propaganda. 倫敦皇家藝術學院一名叫做王漢中的留學生，將相片放入 Instagram 的一輯藝術了後，講這是伊甲東盤共同創作的。2天落來，壁頂的12個中文標語和各種中英文的反中、反式骨病的文字，甲多相嵌過。也有受訪者指出，這對於生活在英國的華裔社區造成傷害。社群媒體佫開始報道，這個標記是言論自由，也是政治宣傳，是傳統紅，也是國際烏的爭辯。原創作者事後佇 IG 發表聲明，講家己甲團隊遭到網絡霸凌、死亡的威脅。有年歲爸母個資放囥佇網絡，遭遇電話騷擾。當地區議會初次決定，將引起爭議的畫圖壁全部清除。自早以來，紅磚巷佇倫敦就有畫壁人天堂的風潮。即擺引起反中、親中爭議的壁頂，原本有紀念早已經過身的記錄藝術家馬蒂班森的畫圖。其中一位創作者波夫曼佇 IG 發文表示，作品和其他的畫圖嵌過，本來就是記錄藝術文化一部分。也毋過，即馬住佇澳洲的中國流亡政治漫畫家巴丟草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指出，記錄藝術家通常未隨意嵌其他人的作品，會選破舊也是受損嚴重的壁面畫圖，所以有紀念意義的作品，更加是會加以尊重。公視新聞王慧文編譯。全球暖化、氣候反常，美國阿拉斯加冰川大壩進前放棄做大水，真濟人家厝攏互沖海去。當地冰川的旅遊業即馬嘛受真大影響。專家就表示，過去毋捌看過遮爾濟水。即馬冰川愈來愈少，水就愈來愈濟，沿海城市安全嘛受到威脅。地基和大水一直衝入，兩河邊的厝規攏倒來。美國阿拉斯加州首府朱諾發生破紀錄的大水，不過唔是因為當地落大雨，是因為冰川大壩規個放棄，和山頂的水流來。
伫门登霍尔冰川强烈的水流冲入了，当地至少2栋厝被损害，沿海的树仔规排拢挡袂了大水规个倒来。其实偌久之前，这是一个观光景点，有上千上万的游客，拢会坐游轮到这接个换巴士或者是缆车，要亲目睭看这美丽冰川。The views are spectacular and unbeatable, and they're everywhere. 不过，想要看到完整的冰川，恐怕是愈来愈困难，因为根据阿拉斯加大学的研究指出，门登霍尔冰川伫咧2007到2022年之间，已经退缩8卡球场的面积。专家担心，到2050年时阵，游客中心这个所在将无法度再看到冰川。Not just for us, but for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really, coming to see it. And I think most of that is the glacier. So, yeah, when that's gone, I don't know, that'd be quite the same draw for them. 水文专家警告讲，过去从来捌看过这么大量的水对冰川大坝内面流出来，恐怕是因为全世界暖化情形影响冰川系统的整体机制。These outburst floods or these glacial dam lakes, that is from a receding and shrinking glacier systems that have these side basins can not filled up with ice anymore, but they can be filled up with water. But these individual events from year to year is really a mechanism of how cold it was that winter, how much snow fell, how much precipitation, but also just the glacial dynamics. 门登霍尔冰川每年拢会吸引几60万的游客来遮，不过伫咧全球暖化，冰川继续消退，最美丽风景以后恐怕看袂到咯。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去看世界。俄罗斯要暗杀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行动是失败的。乌克兰的情报单位即马对外表示，有一个俄罗斯收买去的查某间谍，当地收集泽伦斯基的资料，看伊当时会出现伫啥物所在，才甲情报提供给俄罗斯。加在一个间谍即马已经互抓到啊！来关心俄罗斯的国防部长进前有去北韩访问，美国即马是烦恼讲北韩可能把武器卖给俄罗斯，导入乌克兰的战场。白宫的国安会发言人科比就表示，证据内底有显示讲，俄罗斯和北韩当地加强军事合作，北韩嘛有卖炮弹给俄罗斯。来关心咱台湾驻印度的代表处，甲当地一间科技大学，即马是签署合作的备忘录，要设立台湾教育中心，会挑选台湾华语老师去遐教册，而且这嘛是咱教育部伫印度设立第29个大教育中心。会当加强两国的教育交流，对双方的商业、产业的发展都有正重要的意义。继续关心，台积电昨昏开董事会，决定要伫德国设厂。根据德国的媒体有指出讲，台积电按算伫德国生产28奈米的晶片。德国政府会补助新台币1744亿，也毋过有专家即马是表示讲，台积电若是去德国，面对欠工、劳权的问题，伫德国可能嘛是真硬斗。台积电最近几年，这个伫海外布局，根据德国商报指出，台积电董事会会伫设备开会，确定伫德国德勒斯登设厂。那德国政府会提供台币1744亿建厂补助，吸纳未来在当地呢这些车用半导体它的这个订单。那同时间，当然也对于当地能够呢形成相当的一个半导体的聚落，德国的政府也确定呢将会补贴这个将近有50%这样的一个水准。那我想这个对于台积电在这一次赴德国来设厂，那未来在整体的一个成本上也能够获得一个管控。观察台积电海外布局策略，德国厂有计生产28奈米，2027年量产，希望得到50亿欧元，超过1700亿台币。那美国亚利桑那厂有主攻4奈米等先进制程，顶日发出会宣布延1年，有计2025年量产，两个厂补助金额大约150亿美金。那日本商本厂以成熟制程为主，日本针对台积电商本一厂补助设厂金额的一半，二厂团出补助1/3资金。也毋过台积电拿到德国设厂，除了面临欠劳工，当地工会也比美国较歹，甲带着集团文化差别可见。BenQ 当年并购西门子，就是拿中西那个两边文化难以融合，虽然面临缺工的问题台湾也一样，但我觉得德国呢，至少它人才的严重性
应该不会像美国那么严重。专家认为，按照以上经验，德国国会甲美国国会比，应该会全力支持台积电市场，未像美国国会提出另外附加条件。要毋过台积电无论伫倒一个国家，想要复制台湾的成功经验，恐惊拢无简单。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已经签署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昨昏已经正式生效，对咱国内的科技、农产品才产业拢将有帮助。学者即马是建议讲，后一阶段要谈判，政府是应该爱甲咱国内的各产业同齐找出共识，避免一寡咱国内的中小企业烦恼成本的问题。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实施法案签署完成，宣告正式生效。实际伫台美之间建立明确的法律义务关系，促进台美双方的贸易甲投资，而且伫咧时间内有效果解决台湾贸易商出口去美国会拄到海关通关的问题。第一阶段所谈的有3个议题都是制度性议题，这个实际上都是在提升我们政府的行政效率跟未来决策的品质，然后增加我们产业对于整个未来法治环境透明化的这个掌握。台美倡议正做拜登就任了后，头一个签署的对外经贸协定，嘛暗示美国向全世界释放一个明确的信息，各国拢有权利会当甲台湾发展更加深化的经贸关系。若拜登针对美台后续的协商表达关切，学者认为讲这是美国内部的问题，无涉及台美关系。过去的做法是在谈判过程当中要去征询国会意见，但是这个协议因为拜登把它定位成的是一个行政协议，不需要国会的授权。那我觉得这个只是他们内部的问题。国内现有出口去美国的厂商，包括农产品、甲电子、电机产品等等，拢正做直接受惠的对象。伫未来后一个阶段的谈判，颜慧欣建议讲，因为牵涉的议题有关国内中小企业未来经营的成本，所以政府爱尽量先得到产业的意见甲共识，避免互企业工作烦恼。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台北市北投区的石牌仔路二段的一搭变电箱，伫昨昏要暗仔熊熊着火，消防局接到报案了后，赶紧去拍火，火已经拍花，也毋过这场火灾嘛造成附近94户失电。这是伫台北市石牌仔路二段的一搭变电箱，昨昏要暗仔5点外左右庆出乌烟，消防人员赶去现场拍火。台电是表示，变电箱各样有造成附近94户失电，经过抢修了后，伫早暗10点20分的时，已经全部恢复用电。来关心天狗节的疫情，咱国内本土天狗节即马继续在传，顶礼拜是个新增加264个本土病例，即马国内总病例数已经超过1000例。苗栗县和嘉义县嘛出现新的病例，疾管署即马就提醒讲，总共去为着天狗节上危险的时间点是退休了后的48点钟，爱说义工敢有出现重症，若有就要赶紧去病院。本土天狗节的疫情持续加悬，疾管署公布顶礼拜新增加264个本土病例，个案主要也是伫台南，有229例占上济，过来是云林县20例。苗栗县甲嘉义县嘛出现今年头一个个案。今年头一个本土的天狗节6月13日台南出现了后，无到2个月时间已经超过1000例，目前已经有1109个本土病例出现伫全台湾的8个县市。目前国内登革热的疫情还是处于上升的一个阶段，大于60岁以上的有占了42%。那跟2015年相比，那目前的病例数是稍微多了一些。滋生源的清除还是减少登革热病例最重要的一个手段了。疾管署表示，伫这1000外本土病例内底，有9个重症，其中3例还在住院，有1个死亡。也若去为着天狗节了后，4分3个人无明显的症状，5派的人可能会变做重症。也若高风险的人，包括红牙仔、坐伙人、有新的人、大箍甲有慢性病的人。另外，要去为着无共型的天狗节，交叉感染重症风险嘛大大增加。云林县府这2天嘛出动化学兵加强消毒，而且以天狗节病例生活环境甲顶拿，画出区域插红旗，要彻底阻挡西网虫的情形。因为云林目前本土天狗节的病例，敢若比台南市较少，已经有135例。这次就特别针对整个核爆地区的外围的所有的竹笋园、果园做全面性清消荷包村，然后还有水队村、还有高林村、东河村确诊的案数比较多，尤其是荷包村。疾管署嘛提醒，去为着天狗节了后，深头区大部分是发烧，
会烧2天至7天。退烧了后的24点钟至48点钟是危险期，可能会出现休克等等并发的动静。若是会腹肚痛、持续咧吐、黏膜出血、一直困或者是坐袂牢等等，拢可能是要变动静的现象，民众千万都要注意。记者综合报道。那嘉义梅山是伫8月初5出现嘉义头一个本土天狗节的病例，虽讲嘉义县有赶紧启动化学防治措施，但过尾伫德家乡也是发现新增加2例，即马嘉义各乡已经有5例。嘉义县政府有整合相关的单位，赶紧召开应变会议，希望天狗节的疫情唔通阁继续拖。消毒人员伫传出天狗节案例社区转药要来阻挡天狗节疫情。嘉义县为8月初5到今，累计有5例天狗节病例。初七下晡，嘉义县政府整合卫生、环保、警政相关单位，召开防治天狗节的应变会议。因为白线范围比较远，至少这100公尺，这些蚊子它可能超过100公尺的，也有可能会占了2成嘛。但是至少你这100公尺你不喷，蚊子就终身会带病毒。发生的第一个案例以后啊，马上做紧急的处理。那整个包括乡镇公所、那梅山跟竹崎，那一起来啊，大家来做相关的一个讨论。嘉义县的梅山乡初5传出嘉义县第1例本土天狗节病例，经过卫生单位的快筛了后，伫梅山乡、佮有德家乡陆续发现天狗节的病例。为着要来阻挡天狗节愈传愈严重，清消人员这几天嘛到病例的厝内甲社区来转药啊。迄个国庆哦，迄个登革热非常严重啦吼。啊，咱做梅山吼，咱有工人去遐做工课吼，啊是去传染着吼。啊，咱梅山目前有3个病例吼。嘉义县卫生局表示，这阵啊山区常常拢会落雨，会积水的物件甲水一定要倒掉倒卡，较袂来生蠓虫。若是出现发烧、头痛、筋骨酸痛的状况，嘛要赶紧去互医生看。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新北市南口有驾驶转弯的时无小让，去弄到过车路的民众。另外，伫新北市5股是有一个10岁查甫囡仔行伫斑马线，煞互奥多摆去弄到。警方即马初步调查了后，是认定讲，这个囡仔伫顶好还未转弯，伊就撞过车路。啊，若骑奥多摆的这个是伫咧到斑马线，速度嘛无放慢，才会发生这阵车祸。脚这边打了10竿。西部指挥头壳甲骹底全上头前去断裂，面正面乌青侧伤，囡仔上家呢，老爸看了真艰苦。骑很快，不然不会撞成这样子啊！撞到的人态度不是很好，他撞到了还第一时间说：“你小孩冲很快。”查甫囡仔的规身躯伤痕，因为初7下晡4点外，伊和阿姊伫新北区5股民义路的这个路口，双人想要过车路坐公车，行到一半，煞来和机车发生强烈的相碰。囡仔老爸表示。囡仔有讲，尤其过路号志灯，看到车停落来，才得要赶紧通过斑马线。骑机车的事主讲，迄阵毋是红灯，伊照规定咧骑。毋过头前有车早咧，查甫囡仔雄雄撞出来，并立即调阅监视器，厘清相关肇事责任。现场是闪灯号志，有切落去才会变做青红的灯号。警方检视行车记录器，发现迄阵是塞车，查甫囡仔伫灯号变换进前赶要通过。毋过，机车经过斑马线路段，嘛亲像无减速，也是停让。这轮的归属搁要调查。毋过，同一天早起，南口的这件车祸，由于少年趁青灯要过路，互倒滑的货车弄一个伫涂骹高人，险要叫车搞着。警方认定，这个驾驶真明显来违规。未注意而擦撞行人受伤，违反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4条。自单举发。国内交通问题持续引起关心，有民间团体提醒民众日本交通的重要性，呼吁民众8月20日行上凯道游行，要求政府行路的民众。在道路上所丧失的这3000个生命，大家可以想一下哦，真的只是这3000个生命的事情吗？背后其实是3000个家庭，甚至是更多的人。联名批评交通部每个月大案会议效果无好，和警政署的严格催促执法。颠倒造成人车对立，无想讲根本的问题是伫交通环境设计，呼吁政府爱提出具体的交通安全政策。记者综合报道。政府要拼净零摆摊，有人是认为讲嘛应该管制公庙放炮啊，管制公庙的摊牌。也毋过即马伫各县市管理的方式都无啥共款，并无统一的做法。
双手合十，诚心跪拜。传统庙宇是真侪民众的心灵寄托。也毋过政府宣示2050年净零排放，加上中原补图特别高压，民众信仰甲空污防治各方开始讨论。心里有诚心祈祷，其实我觉得神明就会听到。民众认为心诚则灵，行天宫2014年起修成金香，拄起大香炉甲敬道，鼓励信众以道着心香代替香线，甲虔诚心代替敬品。我们都希望说，信众来拜拜，用道德馨香来敬神明就好了。所以就是从2014年的8月26号，我们那时候就开始，就不再提供香资。目前大都只有台北、新北、台南将宫庙纳入净零辅导对象，桃园、台中甲炭排量占全台2成的高雄，是以现有的空污法来管。高雄市过去5年采发1054件，开发总金额超过143万，是6都上侪。其次是北市开发222件，新北22件，桃园开发件数是挂零。那就净零条例，我们精旨的这个部分，希望就是辅导他们可以达到符合相关的规范。北市净零排放管理主题条例是全台头一部2050净零排放地方法规。6月，更加辅导北市扩元宫利用绿能智慧都灵系统，加做头一座创灵都灵示范宫庙。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新竹，在日本时代，新竹的第6燃料厂下骹有4座地下油库，用英国式摕来放燃料，嘛有振臂的功能。也毋过最近附近的学校拍算要扩建，所以有去申请地目的变更。这是引起文化团体的关心，希望会当把这座地下油库列作历史建筑保留落来。表面顶管拢互拍定砍掉的，监狱内底中有一个小小的门，想要入去，该软过崩坑，才当看到这座日本时代新竹第6燃料厂地下油库。油库因为比较接那个公道以前就是6燃支线啊，它就是把油用火车再到6燃支线，然后再去转飞行场线，然后转到机场给那个航空的用油用。不过最近因为附近学校暗算扩建，要甲油库所使用的土地申请变更，引起当地文化团体关心，向文化局提报，希望甲地下油库列作历史建筑，永远保留落去。今年初2月的时候，有接到民众提报为历史建筑，那我们这边文化局接到讯息之后，也启动了后续相关的程序。那在7月12号的时候，也有召开了文资价值评估这边专案小组，初步是建议维持继续列册追踪。那这边我们后续8月11号也会提请文资审议大会审议，就是希望朝向文化永续、共善共荣的目标迈进啊，让多方的讨论可以保留我们建工的地下油库。文化团体讲，地下油库经过岁月的分裂，唔但充满丰富的历史故事，而且未来会当当作教学使用。所以文化局准备开文化资产审议会，由审议委员讨论做出结论。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最近台湾一出戏剧《八尺门的辩护人》是真受娱乐。这出戏是描写一个阿美族的公司辩护人，替一个印尼渔工犯下杀人案去辩护的故事。在戏剧当中有多元族群语言的使用，是真水气，嘛真有路。导演就表示，希望透过出戏，让大家去思考语言和权力的关系，关心语言平权这件代志。阿嬷，我会等下你救你那无？只有你可以帮他。阿密西公司辩护人为着要帮为印尼来渔工犯的杀人案辩护，真无简单找到会晓印尼方言、了外语的印尼看护来斗相共。台语、印尼方言、阿密斯基、华语伫即出8千万的辩护人内底，听起来是真认真、真自然。作家廖菊辉就学了讲，即出戏的演员对语言下真侪功夫。遐角色吼，每一个。对于迄个语言方面的掌握，拢足厉害的。我知影因安尼足辛苦的，因为听讲其实拢是新学的嘛，吼。所以听起来就是感觉
真写实。8千万的辩护人男主角李明顺是新加坡的演员，戏中的印尼移工大部分拢是台湾的演员。廖福瑞导演嘛是这本小说的原创，伊表示，伊一直把语言看作故事的重要元素，无法度用多元语言来完成小说，是伊真大的遗憾。所以伊把小说改写做剧本，嘛要求演员爱做到无语程度的演出。那这个其实是当初在写小说的时候我就很在意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语言是台湾这个社会上面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非常多元的文化，不同的移民使用不同的语言，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是透过影剧的这个东西，这样子的作品来把它忠实的呈现出来。导演讲，台湾已经是一个多元族群的所在，伊嘛相信只要表现自然，观众对无同语言接受度会真高。邓福瑞捌做过50年的律师，过去伫法庭，伊嘛体会到语言的使用、象征权力、文化甲认同。伊嘛想要透过戏剧，让大家思考语言平权。在法庭上的沟通，很大一部分程度都必须要用华语才能够顺利的进行。许多使用少数语言的这样的族群来说，其实它就是一个落差，它就是一个权力的落差。导演认为，目前社会侪议题，拢无法度跳脱族群语言来思考。未来伊也会继续用上在地开口，各种无同的语言来创作，传达台湾社会多元文化。记者综合报道。昨天8月7日是父亲节，人力银行有针对爸爸压力做一份调查，发现有一寡爸爸平均已经要5年，已经拢无起过调过薪水呀。另外，更有62.1%的老爸认为讲，因上大压力是经济，因为一个月一个家庭上无爱有10万块的收入，才敢饲囝。甲囡仔抱伫手里，那甲饲副食品，那念故事。我先是大家做老爸无偌久，爱做工课，负担厝内经济。怪无用带囡仔甲款厝内，压力是真大。我们之前去看托婴，可能1个月就2万多块，那可能以后真的上学，可能还有安亲班或什么，我觉得经济压力比较大，可能再大一点。因若即个单身生，大科技业食头路，有2个囡仔，虽然阿某2个人拢有头路，不过因为工课无用，囡仔下课了后，都爱送去安亲班，加上英语课、才艺课等等，经济大头是真重。现在赚钱真的不容易啊，随时都会有新的挑战，是我目前最大的压力。人力银行针对全台湾做老爸搁爱上班的人做调查，结果发现，因上大的压力是经济压力，有62.1%，工课压力是58.9%。因甚至认为讲，阿老某2个人总收入至少要有102131块，才有法度饲囡仔。我们这次调查发现说，爸爸的平均月收入大概是接近66000元，显然跟这个目标还是有一段差距。将近1/4的爸爸呢，都会进行兼差，希望可以增加多一点的收入。另外，求职网站的调查嘛发现讲，有8成是做老爸人表示，目前无法度兼顾事业甲家庭。另外，嘛有96.9%讲，伊捌因为囡仔考虑要转读，因为目前对生活真难的指数平均是79.1分。调查嘛发现讲，工课场有老爸身份的人，平均有4.8年无加薪水，创下10年来新高。虽然有了小孩就是甜蜜的一个负担，不用担心工作时间过长，工作压力过大，影响到这个所谓事业跟生活的一个平衡，甚至造成亲子关系的疏离感。杨宗斌表示，拄着通货膨胀的时代，生活开销、贷款、经济压力是真惊人。无论是透过政府或者是企业的力量，拢爱为照顾员工规家伙的角度来出发，打造对因更加友善的工作环境，减轻负担，免烦恼家庭对饲囡仔甲生囡仔意愿才会增加。记者综合报道。经济压力大，即马爸母拢爱上班，拢爱食头路。若厝内总共有较细汉的囡仔爱照顾，囡仔若是破病，爸母就常常感觉讲休假无够的问题。民间团体20分嘛呼吁政府爱修法，甲幼婴假放令，该用日也是点钟来请假，而且嘛建议爱开放到囡仔8岁进前拢会当请。医生说，哦，你的孩子肠病毒了，那要再停课7天，隔了几天之后又传给大宝。所以也就是说，这2个孩子就是那个月就是停课了半个月。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想说，
干脆就是辞职回家照顾小孩算了。托有政策催生人民伫父亲节即天开记者会，表示今卖制度家庭照顾假和事假两种假加起来，一年袂当超过14天。假使爸母伫工课场上的年资无够，就无啥特休假。若准备用育婴假，干那通用1个月来做请假的单位，而且囡仔若超过3岁，嘛袂当搁用，真无合理。虽然现在有育婴假，但育婴假有2大限制。第一个是它只能以月为单位请领，只能用到小孩满3岁，所以根本是不合用的。那当爸妈用尽手中所有的牌，最后无可奈何的选择，可能就是其中一方辞职回家照顾。民间团体呼吁政府爱修改性别工作平等法、就业服务法，而且甲放定育婴假的制度，互家长通用1日或者是点钟来请假，嘛提出诉求，囡仔满8岁进前拢通请。譬如说这个育婴，搞不好他只用了这一个3个月、4个月。好，那其他的事实上，他就是上学龄的时候的照顾的时候，他也有这个需求。我觉得就是让家长他自主来选择，但是我们的法令上要事先一定要赋予这一种弹性。妇女身体基金会也强调，抚育下脚有春秋的空间，已经是国际趋势，政府应该对世界脚步做改变。记者柯家选谢桂林台北报道。再去看世界，咱来看外太空。7月中出发的印度月船3号探测月球的太空船，进前已经顺利进入月球的轨道，而且有甲头一批相片传回来啊，总共是顺利的。伊伫8月23就登陆月球的南极，伫遐进行2礼拜的实验。另外，因后要2冬才出发的俄羅斯的月球25號太空船，按算8月11嘛要出發，因的目標同款是月球的南極。5, 4, 3, 2, 1, 0。这是2023年7月中旬，月船3號成功進行，隨地球2禮拜過了後，伫7月底脫離地球軌道，轉向月球。佮伫8月7號順利進入月球軌道。那太空船也伫射月球的同時，翕到一連串的月球表面影像。鏡頭倒邊是太空船的太陽能板，較遠的月球表面大大細細青石坑，看真清楚。接落來，月船3號漸漸會跨進月球，其中射軌道的部分會保持離月球表面100公里左右的高度進行觀測。那電話探測器有計8月23登陸月球的南極，伫幾千公里遠的羅西亞灣東地區跨進烏龍港的東方太空發射場，會伫8月11，也就是這禮拜5以聯合號2.1B 型載運火箭炸到月球25號太空船升空目標也是月球南極。На борту будет установлены 8 камер, которые будут транслировать все этапы перелета, посадки, а также съемку панорам с поверхности. Луна-25 будет непрерывно работать в течение 1 года. Приоритетные задачи аппарата – изучение лунного реголита, полевой и газовой составляющей, а также экзосферы Луны. 根據有定的時間表，月球25號成功了後，以5日的時間進入月球軌道，射5至7日了後降落目標地點是挖進月球南極的博古斯瓦夫斯基青石坑。那一切順利，月球25降落時間會是8月21到23，也就是甲印度月船3號同一日，甚至搶先登陸。同款一直演的，也有美國波音公司 CST-100星際航線，上早預定2017年都要成功，不過因為技術問題一再延。最近一擺到7月1日，不過6月初，波音公司更加宣布發現降落傘頂新問題，煞無限期延後。最新消息指出，頭一擺載人升空計劃上緊要到2024年3月才會當實施。公司新聞期間真變形。今年2月份，土耳其發生大地震，救援人員伫當時有成功救出一個拄出世的紅嬰仔。這個紅嬰仔伊的媽媽因為地震不幸過往，尾也是伊的阿哥將紅嬰仔抱去飼。這阿哥即馬表示，紅嬰仔有健康大漢，而且真好笑神，真得人疼。6個月大的阿弗拉佇東洲頂海來海去，生活真暢樂。雖然親生父母已經無佇個，也毋過高中阿哥將伊當作親生。阿弗拉世界充滿愛。أنا هاي البنت هاي بنتي يعني مثلي مثل أولادي وأنا ما بتاجر بها. مساعدات ما أجتني نهائيا. أشخاص يعني كأشخاص مساعدات دابة حق حفوضات حق حليب لإلها إيه. أما إنه هالمبالغ اللي إجتني وهاي شيء
بتحدى أي واحد وأنا مستعد بواجهه إذا أعطاني أو شيء أو جاب لي。阿弗拉是伫今年的2月7日土司大地当中，伫叙利亚北部城镇金德里斯救出来的婴仔。虽然伊的亲生爸母甲4个兄弟姊妹不幸死亡，也毋过伊伫出下石头堆中活2钟了后，方救出来。各在段也甲母亲联做伙故事受到全球关注，来自世界各地真侪人表示愿意收养。伫 DNA 鉴定之下，确定阿弗拉甲阿哥的血缘关系。مو معتبرين يعني أكيد هي واحدة من أولادي يعني وولدي مكيفين عليهم كثير يعني والحمد لله هي ضحوكة يعني أي واحد يجي تضحك بوجهه。沙瓦提目前只是拢会点提西来讲句，也毋过暗时规家伙会到外口的博房区过暝，因为因的囡仔也处伫地动的创伤中。沙瓦提表示，等伊大汉会将伊安怎获救亲生爸母兄弟姊妹安怎离难的生命故事讲互听。土司大地动造成5万多人死亡，阿弗拉当初互救起来送日本，伊父名阿雅，意思是金主的成绩。了后才做阿哥厝内的一份子，就该用已经过身亲生母亲的名。公司新闻吴伟玲报道。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加28度，上悬有34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3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1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3度。外岛的温度27度至32度。感谢乡亲收看，祝亲平安顺心，明仔载起9点，咱再会。